主后2022年8月28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对惊吓变敬畏。圣经希伯来书12章18、19、29节，咱做伙来读。恁毋是来到迄个摸会到的西奈山，伫遐有火焰、密云、乌暗、甲暴风，阁有喇叭的响声、甲讲话的声。听见的人恳求上帝，毋通阁对因讲话，因为因袂当忍受命令因的话讲，连走兽若磕着山，嘛着用石头钉死。迄个景象非常通惊，只甲摩西讲：“我惊甲皮皮喘。”毋过，恁是来到锡安山，永活上帝的城，天顶的耶路撒冷，伫遐有千千万万的天使聚集庆祝。恁来到上帝的大囝聚集的会所，因的名已经记伫天顶。恁来到审判万人的上帝面前，到已经得到改造成做完全的义人的灵魂遐。恁来到新的约的中间人耶稣的面前，甲所受的血遐，这个血比阿伯的血所表达的搁较好。要谨慎，毋通拒绝在对恁讲话迄位。遐个拒绝伫地上警戒因迄位的人，拢袂当脱离罪。咱若拒绝对天顶警戒咱迄位，搁较袂当脱离。迄时，伊的声摇动大地。毋过，他又应允讲，搁一遍，我毋若互地，嘛要互天摇动。搁一遍。即句话指明，遐个受造的物受摇动、受牵线，是要互遐个无受摇动的留落来。所以，咱着感谢，因为咱有得到迄个袂受摇动的国度，咱着照上帝所欢喜的，用虔诚甲敬畏来服侍伊。因为咱的上帝是毁灭的火。对惊吓变敬畏。上帝伫西奈山顶颁布的规约律法，是伫伊的威严下面赏赐予摩西。希伯来书12章18、19、21节，作者引用真侪规约经节来描绘上帝的威严。迄个景象是遮尔啊可怕，直到摩西讲：“我惊甲皮皮喘。”总是对22节起，作者带咱引入新约的情景，完全甲旧约无同。作者指出，基督徒来到另外一座山——锡安山，和天顶的耶路撒冷，亲像以赛亚书论到将来日，万民拢要来到上主的山，坐住圣殿，领受伊的教诲。希伯来书作者点出历世历代真侪信仰前辈用无同的方式来见证基督信仰，因已经来到锡安山和天顶的耶路撒冷，基督徒也要做伙去遐。过去，上帝赏赐quy約予以色列人，因毋但毋听，阁拒絕遐个恩因传达神圣信息的先知。作者甲以色列人背记上帝罪，呈现伫当当时和现今基督徒的目睭前讲，遐个拒绝伫地上警戒因迄位的人，都袂当脱离罪。咱若拒绝对天顶警戒咱迄位，搁较袂当脱离。迄位对天顶讲话，就是耶稣基督。对犹太教的传统来讲，耶稣无算是大祭司；对基督教的观点来讲，
耶稣却是天顶圣所的大祭司。既然相信耶稣是主的人，要承受迄袂当震动的国，就是迄个永袂改变的国度。希伯来书作者强调，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佮表明伊的主权永远存在。伫一生中，咱必须找求上帝，上帝的确将伊的国度赏赐予咱。希伯来书提醒，为了进入这个国度，咱着照上帝所欢喜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伊。21节提到摩西讲：“我行到皮皮带。”28节提到，咱着照上帝所欢喜的，用虔诚甲敬畏来服侍伊。这两节的圣经节伫英文 KJV 版本拢是有敬畏的意思。检采对同一个英文单字敬畏，感受袂出其中的差别。不过，现代中文圣经译本2019年版甲两节的敬畏分别译做建立、恐惧和虔诚敬畏，互人更较容易看到这中间的差异。过去，以色列人民伫摩西带领下面出埃及，却伫旷野中犯错，受到上帝严厉惩罚，直到心存恐惧，等上帝差伊的独生囝耶稣来到世间，甲永远的生命的信息传互人，互信的人通得到永活上帝的城。虽然行伫信仰的道路会面临苦难挑战，总是乃当拥有真实的信心，就袂逃避困境，反倒会勇敢承受，对上帝满腹感恩甲敬畏。默想，面对上帝，我是心存恐惧，也是敬畏？为什么？面对上帝，我是心存恐惧，也是敬畏？为什么？做伙来祈祷，主啊，求你帮助我照你所欢喜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服侍你，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